哦，你看，你看，田里灌溉，然后水太多要把它排放出来，还用那个你看粗的塑胶管控制那个水量，塑胶管的高度控制水量，有的用土遮，看你看，要让它排出来，要土挖走，它不要排，你看就用土遮起来，遮高。过多的水就流到水沟里面。刚刚有那个无人机喷农药呢，你看刚插秧苗，要不是喷那个是防福寿螺的农药，怕那个福寿螺吃秧苗啊。你看刚插上去这么幼小啊，你看它泡在水里竟然还能够活呢。哦，水稻了，真的很厉害啊！从那个播种插秧、播种耕田插秧到除草到施肥喷农药施肥，到成长，到收割，到碾米，到煮饭成大米可以吃哦，工作很多呢，得来不易啊，都要珍惜啊！